差唔多民國初年以後，開始也三腳採茶戲嘅人，又進來更多嘅人去學習。國家下也因為台灣有依度嘅太劇種，有蘭潭啊、西平啊、愛港啦一度，但是一度戲種呢，都全部唔係講客嘅，全部講官話啦，有度會講好羅嘅啊，就安尼。真正一講客話出嚟三腳採茶戲嘅人，我都冇安尼。哎呀，悄悄嘅安尼三腳採茶一路也就太戲嘅來結合，開始有很多改良，就唔係三腳了，人就倒起來咧，就來做一個太戲。要做太戲嘅方式呢，就遵照一道不論蘭潭、西平、愛港，咁樣嘅方式，只不過一個內容呢就冇咁樣咧，唔係張三郎賣茶故事了，而開始做嘅故事就有忠孝節義，各位角色也唔係三人咯，也有太法，也有老生，很多上六頓下六頓，嘅上六條下六條啦，咁樣嘅人員，來做一個人嘅太戲出表演嘅方式也冇咁樣，留一三腳採茶，因為一出二單咩，留一個開始有苦單啦，有壽神啦，有太法啦，一個表演方式也冇咁樣，作個戲服也冇咁樣係咪？佢要較傳統嘅故事，嘅喺三腳採茶戲嚟講，就比較較民間。叫做人做三郎賣茶故事人行嘅。